这是嘞，那不能叫这是嘞。那嘛？哦，他的有，我上司的我是叫我当下一张。有，要求，我这边囊爸爸啊。到这里落沙场面上啊，让你的上岸过决定啊，抓药嘛，对吧？那要嘛的，这里吃不药或者都知道。有。落沙吃不送去。沙巴上去。莫让给拉上去。这把药我写了都。有，光打点的干我气了不的。那要嘛的。对不呀，他俺让你给从俺的啊去，从我的肯定是用抓药的上岸的。那要嘛的，现在嘛的，知道？这俺让最结果给配给大个心不了吧？这了，如果转正配呢，路就大个是懂啊？一干了么？底下那是重庆的全域旅游的同全部那个懂啊？那大洋嘛的，现在嘛的，我那现在呢？那广州当过来的。跟这是配着用那爸爸，俺的广州谈过哎，广州谈过的没算那么简直比个，介绍，我让你推荐呢，米了怕什么要我去玩了吧？是，你都这样的穷用嘛的？有，来，俺让子陪陪着当街边呢，广州谈过的呀，看着不起用啊的给全部是打。印度语呀，他这里是有的，走，他不能打，有。听说呀，今天是咱们藏族同胞的葬礼年，我去了好几家藏餐馆，都关门了，正巧这家开了，吉祥藏餐，有意思。老板，哎，有人吗？哎，有。哎，老板，这是嘞，这是的嘞啊，是的，那么这个时候，那让你广州糖果别送啊，广州别送，丢里路丢里下，这见到叔叔了吗？是的，叔叔，我在讨论江南陪陪中部这边没到，去让陪陪亚洲修车，我也给轻松简单，爸爸，下叫真单云的陪陪中部云的，看中部要大，我说爸爸叔叔的白话呢，我也得这个。我呢，说的青岛还不是多吧？这上面写字啥中多位？都这是。欢迎叔叔，请坐，叔叔，请。真够热情的，套路。啥说的？哎，请坐，好，请坐。叔叔，你吃什么嘛？你们那个藏面，有甜茶，有爸爸，原来什么有。藏面有甜茶有。叔叔，你的头发挺有意思的啊，这个，亮光光的。你的名字是什么嘛？我的名字呀，我姓旺啊，旺财，旺，对，旺财，对，旺，不是那个啊，不是那个啊，哪个嘛？都晓得，用过耶。广州的明年不习俗喂，我看是的。旺财，旺啥子没？我的旺财是意思。不是，旺是你吃了不呢？去什么啥嘛？你都没了啦。这旺财是呢，往这隔离路就往那下面呢，点点上过起来的。往这普里往那下面，看见网站给我是对我呢，这过来的。叔叔，你的长妹来了。好嘞，谢谢。你给我这的叔叔这头。谢谢。我来。是这样。我这边囊爸爸。谢谢。他特地落啥子吧？叔叔广州当过节。我让你个节大嘴，起码讲呢。年两个请客。叔吃啊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好吃多吃点啊。我们藏族的早上基本上是甜茶上面好吃的很。是啊，来，呀，爸爸，用过有的呀，接大电鱼，接大的穿的。有，好的。叔叔，来，这个，这我知道啊，哈达，对吧？吉祥，扎西德嘞，这是的嘞啊，谢。这是的，凭什么说俺们我们上啊是这样的，谢谢。然后这个吃这个我没点，没点。哎呀，这个不用点，这个一定要吃，这是吉祥项目，必须要吃吗？必须要吃。来，怎么吃啊？是这样吃，这样1个、2个、3个，然后那个也是1个、2个、3个，然后这样。
好吃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啊，然后这个，对，这什么呀？这是糌粑，亲哥做的嘛。就是，怎么做的？哎呀，怎么做的？爸爸是这样做的，哦呀，这是是这样做的啊。青稞有嘛？青稞啊，青稞它有种子嘛？啊，种子是这样撒的啊，这样撒的这样撒的啊，这样撒了吧？撒，然后青稞就这样长出来了吧？长出来了啊，长得高高的吧？啊，然后这么叫了吧？这么啊，割麦，这样割麦吧？这个我知道，这样割麦嘛，对啊。然后就是有个档了嘛，有个就是大麦场，打麦，对，他铺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几个人是这样，加油别么烟了，加油没下载，这样打麦了嘛？不会拉肚子吗？不会的，青稞嘛要炒熟，这个它不上这个炉子上面嘛，这样放了一锅。呱嗒，这样炒熟啊！完了以后送到水磨坊，水磨坊在山上嘛，对吧？山上水这样哗出来了吧？然后两个石头嘛，一个石头在上面，一个石头在下面，它在中间，它出声了嘛？推磨，哦，就是推磨嘛，炒面，对，炒青稞面，对，治糖尿病的。我没糖尿病。那个好吃吧？好吃。我得走了，给我算一下啊。那个叔叔，你不能走。为什么？吉祥的项目还没完。吉祥项目来喽！来了吧？啊，别爸爸，吉祥项目吃这个，这个我没点呀。哎呀，这个不用点，这个是吉祥项目嘛。那这什么？这是卓玛人参果。就是嘛，人参果是吧？虫草的妹妹嘛。我去，虫草，对，不是很贵吗？贵的不贵了，你不用管嘛。就是你不用管嘛。你看看，我说了，你说全国各个地方都有他的小招，这里也不例外。来，就是吧，这样你看，虫草的妹妹，虫草在山上，这样长了吧？对，虫草的妹妹在草坪上，这样长了吧？就是嘛。然后老鼠喜欢吃嘛，这样的特别好，就是特别有营养价值。就是嘛。来吃，这么吃吗？这么吃。爸爸忙着啥就啊？呀，吃吧，挺好吃的。好吃哦，这叫我们叫托马德西，托马德西。好了，谢谢，我得走了，哎呀，叔叔，不能走，我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为什么？吉祥的项目还没完呀！吉祥项目来喽！来了吧，又来了吧？你看，吃这个嘛。你们这不是逼我消费吗？这不对的。我没点呀，这是一个吉祥项目，嘛，这很吉祥嘛，这个好吃。这什么呀？这是卡塞嘛，卡塞，阿妈卡塞叫个靠塞，到阿爸不让给靠塞，对，好吃吧？油炸的是吧？就是嘛，油炸的靠塞嘛。谢谢。那赶紧给我算一下，我得走了，叔叔，你还是不能走。为什么？吉祥的项目还没完。这么难，我就差了。吉祥项目来喽！我得走了。来。吉祥项目来喽！别呀，爸爸。呀，行，那么多人的是。吉祥的项目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青稞酒，我不能喝酒。哎呀，这个不喝的话，全面的吉祥项目就没有嘛。就是嘛。喝吧，那怎么喝嘛？这样，这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个啊，对，这个啊，对，一个，不是这样，两个，我也是三个，是吗？来，还有3口1杯。松枝冲的，3口1杯。3口1杯，对，喝吧，喝，一口，
2口，3口。哎呦，我喝不下了。一定要喝，一定要喝。喝一口，吉祥嘛。哎呀去，呀是八百呀。到这儿了，我们2个给你唱9歌。我们不唱歌的话，好多人说我们是驴喝水嘛。就是嘛，捧不出动嘛。就是捧不出动嘛。好吧，小爸爸，你慢慢听啊，我们俩给你唱歌啊。我们好好给你唱歌啊。来，听说的。唱新的，预备起，唱起唐归了么西，那我起不来。你别了看那了西巴，那我起不来。日本的了家边，那我起不来。谁看给了西索，那我起不来。日本的家边。谢嘎干给了西索耶，唱的唐归么西，你别看那西巴，日本在家嘞，谢嘎干给西索，他们养的配备，中国这边没到，这让配备要求，苏州人给加速，耶，太棒了！可不就是就冲这首歌，这酒我干了。好，你喝吧，你的，啊，慢慢喝。全部喝掉是吧？全部喝掉。谢谢啊。哎呀，这多久这个人？这些年了，都在的也不得了些。哎呀，好，喝完了，托起。谢谢。哎呀，叔叔，现在全面的吉祥项目结束了。全部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好，把这些项目。全部给我算一下啊！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这个200，不可能！说的你就知道。要嘛，这个爹，2000，我知道的。你这才能看见我。看，哎妈，看清楚了吧？都是谁你个西瓜的呢？都是全部谁唱？热，是这，叔叔，来。爹，2000，不，20，这么多项目才20啊！就是，叔叔你看嘛，你面条嘛7块钱嘛，这个12块钱嘛，光一个1块钱嘛，算了不嘛，免费嘛，呀，算了免费了，别给我修个嘞，真是，实在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们了。我想多了，人家说，到拉萨旅游，不仅能看到美丽的阳光，而且呢，还能洗净心灵的尘埃。可是他是的，值得，真值得呀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今天非常开心。非常开心，开心就好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没谢。来，这个我跟你说，你们象征性收200好吗？不行，要不我过意不去了。我到底劝了吗？不行，你们收下吧。不行，收下吧。到了1分钱我们不要。哦，那对不起。20。哎，好，20。我找一下啊，有没有20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有20。就是嘛，20嘛，就是嘛，谢谢。各种糖果。真是的，真各种的工作，把你乱凑。对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我能和你们拍张照吗？可以啊，我们2个留个纪念。可以啊。哎呀，把这给我能变成的。有。